讲到这高雄有一名失踪的71岁妇人人，就有可能和一名73岁姓张的查甫嫌犯害死啊！之前，搁再传出讲，另外一名住伫咧左营姓张的妇人人已经失踪3礼拜。顶个月17，伊去到嫌犯因兜就无搁再出现，而且这嫌犯的大嫂也已经失踪2个月过。警方也伫咧嫌犯因兜找到这3位女性的 DNA， 初步证实讲，这就是死者和另外2名失踪的妇人人。目前，这名嫌犯已经羁押禁见，针对这个案情，伊拢无要老实讲。1月17中昼12点外，姓张的妇人人行路于高雄捷运后续站行到三民公园，这是监视器迄度于失联进程最后一摆出现。警方发现，姓张的妇人人迄一天入去到涉嫌杀人的姓张的查甫人出来就无搁出现，也查出姓张查甫人的大嫂已经失踪2个月。房间里面的一间，那我们做相关的一个采证，那相关采证，所以才采到有3组喷溅的痕迹。那之后，我们在他意识也有一些那个血迹的还原。警方在7人侦破73岁姓张嫌犯涉嫌伫厝内杀害71岁姓赵林的妇人人了后去气死。警方在嫌犯厝内采集到3组女性 DNA 性别，经过比对，确认是2月失联的姓赵林的妇人人，甲1月底失联的姓张妇人人，也有嫌犯的姓吴的大嫂，证实3人拢死亡。他都是找这些年长者的女性，然后带到家里，然后再出手。去姓张的查甫人常常出现的公园附近打相公，伊甲姓赵林的妇人人熟悉，也发现伊甲另外一个妇人人有来往，无排除是失踪姓张的妇人人。他已经跟他没在一起了啦，他要再找一个女生在一起，他就在那边开玩笑说：“哎呀，他说他一直想要找我，才不理他嘞。”出来几啊人啊，出来就久来啊，伊唔捌咧参人参出面头的。警方表示，嫌犯犯罪手法拢是将人带去引导了后杀人，都算证据伫眼前，也是无承认，也搁再回答杀人过程甲动机，会收集相关的事件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